俾大家睇我哋最新嘅呢個 Scrambler 62，呢一部車主打400cc， 喺澳門嚟講，400係一個非常之容易操控嘅一個排量啦。扭力方面會更加順暢，喺城市駕駛方面，我哋亦都可以駕駛得更加輕鬆舒服。我代表申請就聯電Happy Macau，多謝各位嘅嚟臨。呢5架新車係廠方對我哋嘅支持，可以一次過咁有5架車到，咁我諗亦都會係創咗澳門嘅先河。咁我哋希望我哋將來會做得更好，希望大家一樣咁支持我哋，一樣咁包容我哋。大家好，我係Ducati Macau嘅杜朝輝。喺呢度我會同大家講聲，就話喺2016年1月1號咧，Ducati Macau就正式成為 distributor。咁我哋喺售後服務啊、零件嘅配套啊、衣飾嘅售賣啊，咁所有嘅速度咧，我諗都會隨住我哋身份改變而會有所提升嘅。咁亦都相對嚟講，我哋售後服務嘅質素咧都會繼續提高。而我身邊呢一架 X-Diavo S， 亦都係廠方今年主打嘅車款。X-Diavo S 佢有廠俾咗3個數字俾大家嘅5000、60同埋40。5000代表嘅係佢5000轉嘅時候已經可以輸出佢最大嘅扭力啦。60代表嘅係佢有3種唔同嘅軚把、4種唔同嘅腳踏同埋5種唔同嘅攝位，俾大家組合成60種唔同嘅坐姿組合。至於40嘅呢，就係佢嘅傾角啦。呢部車巡航型嘅車可以傾角做到40度，可想而知呢部車嘅操控性有幾舒適同幾自由自在。Monza 12R 呢一部車同比同12S， 佢已經將呢一部車嘅運動化推向更加極限。可以講呢一部車已經係 Monza 入邊嘅賽道版街車。再到呢邊嘅 Panigale 959，佢沿用咗 Panigale 家族嘅 DNA， 俾佢嘅之前899已經係可以講佢已經取代咗899嘅地位㗎啦。馬力更加好，操控更加舒適，同埋更加自由度更加高。再到左邊呢一部 Multistrada AT 原裝獨有嘅車身拉花，係杜嘉迪佢為呢部 TB 而設嘅，全身碳纖嘅包圍組件，佢嘅坐姿係非常之矮。